喂，各位朋友，又到咗搏一搏單車變摩托嘅新股時間。今次主角係天域半導體2658。首先，佢做嘅業務其實係半導體呢一個高科技行業裏邊嘅高級食材供應商。想象下，而家全世界最 hit 嘅電動車、充電樁同太陽能板，佢哋都需要用到一種叫碳化硅嘅神奇材料先至行得順暢。而天域就係專門生產呢一種材料嘅專家。簡單講，佢就係賣電子界和牛嘅鋪頭，而且仲要係全中國第三大供應商，實力有翻咁上下㗎。咁講到潛力咧，真係要俾個 like 佢。你睇睇而家街上邊越嚟越多電動車，個個都要充電，呢個市場真係大到不得了，簡直係潛力股中嘅戰鬥機。而且佢最新份成績表仲有驚喜，今年頭5個月竟然成功扭虧為盈，賺翻900幾萬人仔，證明公司可能已經捱過最艱難嘅時期，開始識得賺錢。加上有華為呢一個大阿哥背後撐腰，長遠嚟講個故事幾好聽。咁至於呢手 IPO 值唔值得抽呢？如果問我，我會話可以考慮用下晝茶錢嚟抽翻手玩下。不過老實講，今次佢嘅集資額唔細，近排新股上市表現有啲飄忽，加上半導體板塊成日都係大上大落，所以上市頭幾日個股價可能會好似坐緊海盜船咁。話晒公司舊年都仲係見緊紅，今年頭5個月嘅盈利仲係好 BB 仔階段，市場需要多少少時間去觀察係咪真係站穩陣腳。咁所以策略上，我會話可以當係去茶餐廳叫個套餐。咁總括嚟講，天域半導體可以話係有前景、有轉機、有話題嘅三有青年。如果你本身都睇好電動車同環保科技呢一個大趨勢，咁就不妨小注怡情，同佢談一場慢慢嚟，比較快嘅戀愛啦。記住最緊要係用閒錢，咁就無論個市點行，你都可以保持心情愉快，繼續享受你嘅絲襪奶茶同菠蘿油。仲有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